来关心天气，后日也是过2天礼拜，就是母亲节啊。严格要甲咱乡亲提醒，就是讲要有变天的心理准备。今日这个水球减少，敢若家人北海岸东半部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。严格明仔载拜六后半天开始，华南喷湖区加上方面的报道，相同影响下，西半部就开始会落雨啊。若到礼拜母亲节，雨会搁较明显。北部甲中部温度会小可降差不多2度左右。会记出门呢？雨满、雨伞爱加检查。愈接近礼拜母亲节，雨会落甲愈大。今仔日要注意过大的阵雨。明仔载下晡开始，天气会有较大的变化，水汽较济，会伫华南地区，而且锋面扫出去会予台湾的水汽增加。同时，锋面移出之后呢，这两者之间呢，会让我们台湾附近的水汽有一些增多的状况。那所以在礼拜六的下半天起，礼拜日、礼拜一的天气变化上面呢，会比较差一点点。甚至会有些阵雨跟雷雨的现象。今仔日北部东部低阵雨，山区过道有低阵雨。明仔载东半部要注意雷阵雨，过道山区雨会落甲较大。西半部暗时会变作有低阵阵雨。礼拜会落雨，各地天气拢会真无稳定。母亲节这段期间呢，从礼拜六下午到礼拜日，通通天气上面出去要携带雨具备用，做好下雨的准备是比较保险的。礼拜一会落雨，全台湾落雨几率真悬，尤其东半部和西半部的山区爱逢局部大雨。拜二、拜三，阁会恢复做西部出日头，东部有当时会落雨的天气。拜六到拜一，水汽会较济，北部和中部会落啊降2度左右。出门爱记得带雨伞、雨伞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